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呢一間地址位於觀塘嘅茶餐廳，佢入邊有一個下午茶真係好好食噶，就係呢一個啦，和牛薯條餐，大家記住一定要試下，好足料噶，價錢又合理，我覺得大家要支持下香港嘅茶餐廳咯，真係幾好，而且味道真係好好食喎。多啲支持下。另一間係位於荔枝角道嘅，入邊裝修幾靚，真係好特別噶，入到嚟俾咗好多驚喜我咯。佢就係叫做快樂順景茶餐廳啦。如果經過嘅或者喺附近做嘢嘅，都多啲支持下呢間茶餐廳。呢個就係我叫嘅下午茶啦，就係牛角酥啦，但係入邊呢就係鹹牛肉炒蛋。好新鮮，真係好新鮮，同埋啲料好足啊，即係覺得物有所值咯。